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，中华民国103年5月23、24号，在历史系馆2楼，正前方2楼，郑芝讲堂以前的文学院院长，我的导师吴正之教授的纪念讲堂要举办。港台三校就是香港历史学系要举办港台三校研究生学术会，地点在这2楼，历史系馆2楼，正前方是郑芝讲堂，纪念以前的文学院院长吴正之教授，他过世后捐了大旗给成大医学院，成大医学院在正北边，这一栋在更远方，比较东边那一栋，做大旗老师。成功大学早上6点多，5点多就有人进来运动了呢。校园呢，这个运动的人很多呢，成功湖啦、龙园啦、小西门啦、成大历史系馆啦、最主要都是龙园那边练中国武功的啦，有那个香功还是那个外丹功的啦。功还是什么功的？远方那个练中国武术的，练那个是外丹功还是什么功的？一大早还有那个法轮大法的在静坐的。大堂的习志平，拄仔去做樱花宫，有看到习志平，迄顶